用一系列科学知识来分析人生的 YouTuber 理科太太，近日邀请女子天团 S.H.E 中的 Ella、陈嘉桦合体拍摄影片。影片中 Ella 先是宣传自己拍摄的电影大三元，随后她也不经意地透露了自己不太会看人。而理科太太好奇发问是否在透露过去的感情经验，没想到 Ella 在面露尴尬后居然也大方回应了。理科太太在近日发布了自己与 Ella 陈嘉桦的对谈影片，一开始先是聊到 Ella 主演的电影大三元，除了宣传电影外，他也坦言其实自己打麻将的次数很少，无法用打麻将就看出一个人的人品，也透露自己很容易投入情感，是个感情用事的人，也因为这样常常会因此看错人。在理科太太询问是在透露过去的感情有怎么了吗？她也承认了自己曾遭前男友劈腿。Ella 也表示，第一时间并没有提分手，而是决定再给对方一次机会。可是后来发现心里的结还是过不去，最后才决定跟对方提分手。他也提到，在分手前还跟男方说：“请你答应我，不要再这样对下一个女孩子了，不希望再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感情方面的事 ，Ella 也说老公赖思祥都知情。不过这番真心话也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去她与台湾证交所前总经理赵孝峰之子赵世义 Tommy 的旧情，两人当时密恋了1年多，却被爆出男方趁她在大陆工作时带辣妹到宾馆幽会。不过当时 Ella 也已低调回应，这是私人的事，不方便回应。谢谢大家关心。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